西貢出海就去得多，赤柱木工碼頭出海就第一次。事前喺青年會報名，再預約時間上船。呢個就係跳島遊行程。一早天陰陰涼涼的幾舒服。第一站去睇中坎角炮台，第二站去睇龍爪石，第三站睇哥斯拉石，第四站睇連島沙洲，然後就可以玩橡皮艇。呢個都係我嘅第一次。正啦，發現荒島。銀洲睇下周圍有冇銀仔先。我要測試下啲沙夠唔夠幼。然後妹豬問都唔問就衝咗落海。涼浸浸我都唔執輸浸下水先。呢個時候天空仲有啲灰雲，不過都睇得出啲水好清。如果有太陽照射會有玻璃水。過咗冇耐太陽出現啦，沙好靚，水好清。玩完快艇仲會送我哋返中心嗰度沖身，中心環境超好，中心仲有咖啡可以望住個海。